是婚林一个网友讲，伊到西丽一间小食店来用餐，点2碗打面、1盘炒菜，甲1份的冷盘，算小时阵伊刚去咯，竟然要1680块。其实哦，毋是这个网友尔，拍开网络一个看，用要所有食过人客拢画贵。原来这间店无菜单、无写介绍，拢是记载头家随便来画价，无怪会烦人客。盘内底有红色的鱼仔、鱼仔卵、三色卵、芦笋含其他配菜，落尾伫咧食材淡酸甜的沙拉酱，最好食的海产综合沙拉随芳上桌。不过这一般的介绍因为分量无共款，伫咧网络顶是引起争议。网友伫咧并且照料公社铺文，得到婚林西丽一间点心店点2碗面、1份沙拉、1盘炒菜，介绍时发现竟然要1680，要求贵回港去。这间点心店伫咧网络顶的评价，食贵人客拢话贵。有人讲点打面、卤肉饭、炒蛤蟆含三色卵都要5七，无人海产讲无菜单，黑白话介绍。记者实际找到这间店，店内底无固定菜单，问头家打面含卤肉饭1碗拢是50。沙拉介绍，头家讲一般有分380含580，若要搁较大份嘛好，当然介绍愈贵。如果价钱的话，大家商量嘛。你看你要吃多少，你跟我讲。知影人客咧无欢喜，头家先人当时确实无主动甲人客报介绍，毋过介绍时人客闹懵，就会算互伊听。人客一盘沙拉分量济，虾也冇够吃。我那个价贵讲，你的虾子，比如说5只大只的，5只大只的虾子是多少？你的塔口3色蛋怎样是多少？毋过来含北京点价沙拉皮，先伫咧盘底铺前菜菜粿子。中搁卡1粒马铃薯糊，上尾啊菜2底包鱼起哩，搁3鱼仔卵，安尼1份包鱼沙拉280。店家认为上基本的就是爱互人客怎样介绍。依我刚刚看那个图是有那么一点，我们都会明定在价格在我们的菜单里面，来避免彼此的消费纠纷。看起来美味的海鲜沙拉都算食一下，兼搁头家介绍暗含。消费者开钱，若发现介绍和家己想的有真差，落尾可能真做消费纠纷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